好啦，乡亲啊，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未当来出国，有头家人看到趁钱点，推出着航空的体验店，互人来体验做空中小姐、空中少爷是啥物款的滋味。 因为疫情不能出国，而在台北市就推出了像这样子的空姐体验店，还能够体验当一日空姐。请航空公司的制服，模拟伫机舱内塞餐车，留下真难忘的回忆。用5年空中小姐的经验，伫台北推出的航空体验店，果然有真侪人有兴趣。自己没有办法考上空服员，可以借由这个机会，然后让自己来一天，然后感受一下那种当空服员的感受。 我们会使穿制服去体验，佫会使家己做各种的点心，啉到空中小姐限定的美容饮料。那在飞机上呢，有一些食材会可能某些航班上客人没有用完，或者是多出来的食材，那我们就会自己想办法把它用我们的方法，用我们的食谱把它做出来。那这一杯呢，就是我们的秘密的饮料。用小红梅接柠檬加薄荷调出无酒精的摩吉多。 业者讲，因为无多出国，佮拄着休寒，未少民众会到店来去体验，人客是愈来愈多。其实现在呢，不只是可以在市区就体验到空姐的机上生活，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，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，就是空姐呢在机上限定的围裙。 另外，要安装大造型的正镜圈仔，加无人机的模型。业者讲，因为疫情造成航空本业了钱，卖纪念品会使开创新的商机。